伫咧高雄的国中国中，有一位吴志宏老师，对一学期开始用台语来教国中3年的地球科学。吴老师调查家长甲学生的意见了后，大家拢无人反对。老师自安尼开始就用台语教地球的知识。7000万年前，菲律宾海迄个板地开始接触到欧亚板地。 国中国中3年10班的学生，对这学期开始，拢是听台语上地球科学课。这是因老师吴志宏的实验。我一节课会切2段，头一段我差不多用9成的台语来讲，后半段我用华语来做一个重点的整理。 做老师30人，吴老师讲，伊自细汉厝内就讲台语，毋过用台语上课，伊嘛是第一摆。地球科学是有足侪专用名词，伊查资料备课的时间爱比以前加10倍。毋过上大的难关其实是惊家长学生会反对。有甲导师甲任教的班级的家长甲学生，拢有甲因安尼亲自说明甲有写问卷甲同意书，很难得是家长没有一个反对。 洪吴老师更加感动的是，学生拢嘛真主动，台语听甲无的学生会坐起听有的同学边啊，同学拢会斗3工解说翻译。是会有一些地方听不懂，我其实不是完全听不懂，还是可以听懂一些。然后听不懂的地方，我就拿课本出来看一下。本身出来的讲台语啊，所以上课讲台语，所以嘛，伊拢赞成。还蛮新奇的吧，因为这就是上国中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学到台语。吴志宏老师因为爱耍乐器，嘛捌伫音乐课用台语教乐琴，互其他老师观课学习。今年伊申请台语浸水式教学计划，佮专工找一班无用台语上课，试验看卖2种教学方式。加在第一摆月课了后，学生的成绩无受到影响。我要说服社会啊家长就是讲，恁的囡仔。 不但袂因为安尼地球科学学无好，而且恁阁会当加学一种语言，这种语言以后对于出社会，对伊做有帮助。吴志宏讲，伊毋是要爱学生去记课本台语的名词，安怎讲？是希望因惯势听台语，听久就会晓讲，嘛希望互其他的老师参考，未来会当有愈来愈侪老师用台语上课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。